好，接嚟第三段。如足蟋蟀，與奮臂出其間。如足蟋蟀，如我嘅意思。我捉蟋蟀，與奮臂出其間。與係你，奮臂指嘅係呢一個用力伸出手臂。出其間呢一度描寫嘅係佢伸出手臂搶住捕捉。歲寒松姜同林奇月。歲寒指嘅係呢一個寒冬。寒冬嘅時候，松姜個松字指嘅係前邊嘅蟋蟀。寒冬嘅時候，蟋蟀已經姜就係死。同林奇月，同係一起嘅意思。呢一度嘅林字指嘅係憑弔。我哋一齊憑弔呢一隻蟋蟀嘅墓穴。今如念遇壯語，而當日之情景，竟然負目。呢一度讀成係第六聲同思念嘅念字同音。今如念遇，大家要注意呢一篇文章個我字個如字呢，佢有兩種寫法嘅，分別係呢一種同埋呢一種。現在我念遇，念指嘅係收斂。收斂你嘅屍體。葬語安葬你。而當日之情形竟然負目。而當天我同你一齊嘅情形竟然負目。竟然指嘅係呢一個清醒地。負目就係呢一個呈現在眼前。如九歲棄書齋，記翻難讀字，呢一個字讀成係遊戲嘅戲字同音。如九歲，我當時9歲。棄書齋，棄指嘅係呢一個休息，書齋係補充翻個地點，所以嘅話，當年我9歲，我喺我嘅書房度棄休息。與疏相繼，披單兼來，溫支煙一張。記翻難讀字，呢一個字讀成係兼字音。後邊溫支衣一張，支個兼字指嘅係絲縷細密嘅絹布，而單兼指嘅係單薄嘅呢一個絹衣。你披着呢一個單薄的絹衣來。溫支煙一張，溫指嘅係溫習。支衣，支衣係《詩經》裏邊嘅一首詩嚟嘅。溫習，《詩經》中支衣一張。
釋先生車戶入，聞兩童子音朗朗然。不覺莞爾，連呼嘖嘖。記翻難讀字，呢一度讀成係車戶，讀音方面同奢侈嘅奢字同音。後邊聞兩童子音朗朗然，不覺莞爾，連呼嘖嘖。呢兩個字通假字通個責字，讀音方面同責任嘅責字同音。釋先生車戶入，釋指嘅係呢一個剛好，老師車戶入，車戶指嘅係開門進來。聞兩童子音朗朗然，聞係聽到嘅意思，聽到兩位學童點樣呢？音朗朗然，呢度嘅音呢，指嘅係呢一個讀書聲。朗朗然形容前邊嘅讀書聲係清脆同埋流暢。不覺莞爾，連呼嘖嘖。不覺指嘅係不禁，莞爾指嘅係呢一個微笑嘅容貌。咁呢一度嘅意思呢，係不禁微笑。連呼嘖嘖，連呼係連聲，嘖嘖指嘅係呢一個讚嘆聲啦，連聲讚嘆。繼續啦，此七月望日是也，予在九原，當分明記之。此七月望日是也，此這是七月，望日指嘅係農曆15，這是7月15嘅事情。予在九原，記翻九原呢一個詞本身係一個地名嚟嘅。呢一幅地呢，曾經係呢一個春秋時期晉國嘅卿大夫嘅墓地。後嚟九原呢一個詞用得多啦，慢慢呢，佢就演變成係墓地嘅意思。你在墓地下，當分明記之。當係應當，應當分明清楚。記得。如若貫越行，與己常悲動。記翻難讀字，呢一個字讀成係自己嘅己字音。如我若貫指嘅係20歲，我20歲那年。個月字請大家記翻低啦。本身嘅月字嘅話呢，係呢一個
名詞嚟嘅地名，但係呢一度嘅話呢，佢作成係呢一個狀語修飾後邊去邊度，所以意思方面嘅話呢，就係、我20歲那年，粵就係往廣西。大家要注意一下呢度嘅粵字呢，係古代嘅粵嚟嘅。古人嘅話呢，將南方呢都籠統稱為粵嘅，所以嘅話呢，就不同於今天嘅粵啦，單指廣東啦。雨幾常悲動，你當時幾常就係呢一個牽着我嘅衣裳，悲動就係呢一個悲哀，悲傷痛哭。如意年，如披公錦還家。如意年，如經過2年後，如披公錦還，記翻低啦。公錦兩個字呢，指嘅係喺清朝嘅時候呢，中進士嘅人呢，都要呢一個披上呢一個公錦棉袍嘅。所以後嚟嘅公錦呢，就慢慢借代成係中進士啦。我中了進士回來，語從東廂扶岸出，一家撐士而笑，不記雨從何起。記翻難讀字，呢一個字呢，讀成係撐字。語從東廂扶岸出，你從東廂就係東面嘅屋，扶岸端着木盤出來，一家撐士而笑。撐士指嘅係瞪着眼，而笑，瞪着眼，相視而笑。不記雨從何來，不記得雨從何來，就係呢一個話從哪裏說起。大概說長安登科，咸使報信遲早暈耳。我們大概係說些長安登科，在長安登科中進士後，咸使報信遲
遲早雲耳，就係呢一個鹹使報信嘅人。來得早或者晚，雲耳就係而已。凡此所所，須為陳跡。呢一度所所兩個字本身係形容詞嚟嘅，指嘅係瑣碎、瑣碎的。但係呢一度嘅話呢，用作名詞，咁就變成意思係瑣碎嘅事。凡此所有，此係這些，所有這些瑣碎嘅事情，須為陳跡。雖然已成陳跡，就係呢一個過去。然我一日未死，則一日不能忘；然而我一天未死嘅話，則一天亦不能夠忘，係呢一個忘記、忘卻。舊事填膺，思之凄梗。舊事填膺，舊嘅事情填膺就係呢一個充滿胸懷。思之凄梗，每當想到嘅時候，我都會點樣呢？凄梗，凄梗就係呢一個凄酸、悲痛。個梗字，心頭就像被堵塞一樣。如影歷歷，碧取變細。如影歷歷，呢一度嘅如省略咗前邊主語啦，我哋寫返喺前邊。他們就係呢一啲事情，像影子一樣。歷歷係呢一個非常清晰。碧取變細，個碧字指嘅係近嘅意思，近取，走過去，走近，探取。變細，變消失。悔當時不將醫藝情狀羅縷寄存。企翻難讀字，呢兩個字讀成係醫藝。醫藝兩個字指嘅係嬰兒啦。咁呢一度嘅話呢，喺呢個語境底下，佢係解成係兒時嘅意思。我後悔當時唔將兒時嘅情狀羅縷寄存，就係呢一個一件件詳細咁記錄下來。繼續啦。然而予已不在人間，則須時光倒流，而是可哉，而亦無與為印證者矣。
然而汝已不在人間，然而你已經不在人世，則須時光倒流。即使時光能夠倒流，兒時可在。呢一度嘅兒時指嘅係作者本人。我嘅兒時可在就係可以重來。而亦無與為印證者矣，也沒有和我一起。證印就係呢一個證實，證實當年情況的人了。